這還不是讲啊？做手術主要是因为胎兒是個臀位，混合臀不能陰道生產。往上跳。他整个那个肚子跟拔萝卜一樣的，那肚子好大的毛毛。哎呦天哪！等一下，走，搬上面子宮，搬子宮。快點，都不吐了，你還在這幹什麼？来看看你毛毛，女孩，毛毛心脏还是有問題的，這個要去住院，啊，他是平常去醫院做檢查，好吧？